來看花蓮萬里溪崩山湖，佇早起8點的時，水位已經有1077.5公尺懸咯，閣剩9公尺水就滿出來咯。林保署嘛已經發布紅色警戒，萬里溪橋、七劍營大橋嘛已經封橋來管制。警戒區的民眾有6000多人已經先撤離。另外馬太安溪是維持黃色警戒，那集水區的雨量超過400毫米，就來發布紅色警戒。一早起警報大響，氣象署針對包圍風台發布熱傷警報。林保署上時佇早起7點將萬里溪崩山湖提懸到紅色警戒，地方會全面啟動防災應變。接着，現在位在鳳林和萬榮之間的萬里橋，早上7點，萬里溪堰塞湖發布紅色警戒，現場先進行預警性的封橋，保留最後一個車道。一旦公路局下指令，馬上禁止雙向通行。萬里溪南北向留最後一個車道通行，建議大橋留單向通行。另外，萬榮鄉西堡大橋是全部封起來。鳳林分局嘛，佇5區的重點區域部署高分貝警報器，透過擴音設備發布撤離指示，強化撤離時間。有的人家雖然佇馬太安溪黃色警戒區的範圍，同款予人勸離，確保安全。若到初早早起9點，花蓮縣累計撤離的人數已經有6007人，其中光復鄉5130人上濟。萬里溪紅色警戒區有194人完成撤離。所以說，我們整體的收容人口目前是43位，那我們還有一線的將近有230位左右，那其他的就是垂直避難。到早起8點，萬里溪崩山湖水位高點有1077.5公尺。28.9公尺，跳水率差不多有370萬立方公尺，跳水率72.6%。目前水閣咧豆豆起，那大雨繼續落，恐驚會有滿出來的風險。30分鐘到1個小時之內，它可能會發生潰決。那潰決的話，那個最大洪峰量可能在45分會到達我們林田山西寶橋這個地方。那馬太安溪目前是維持黃色警戒。林保署表示，除非集水區累積的雨水超過400米里，才會升級做紅色警戒。相關單位會繼續監測雨勢甲水勢的變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